种边界感。第二点就是它这个水头跟底妆是一致的，因为这个底妆呢水头够好，种够了。你们看我这上手这一搭，它这个微微的这个透手感啊，已经有小冰的味道了。平时呢我们黄珲在皮壳层、雾化层，它这一抹啊颜色干干巴巴的，我这一排叠在手上，那有琥珀色哈，有这种机油黄，还有这种蜜糖黄，真的都不一样。那黄珲呢还有一种非常治愈的感觉。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你们看到这种黄色，我们的心情就鲜亮起来了。喜欢黄珲的姐妹，今天这个不要错过，因为今天这有料子我还没有打价，那切出了1/3多的货量，所以呢可以本钱打下来。姐妹们选哪一个都没错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告诉我，视频的结尾呢我会放上同料的起货视频，让你们看得清楚、看得明白、看得懂。